歡迎嚟到我哋嘅故事時間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小青蛙呱呱嘅唱歌比賽，睇下佢點樣揾到最靚嘅聲音啦。呱呱好想參加池塘唱歌比賽，但佢覺得自己把聲太單調。烏龜朋友慢慢一直喺旁邊安慰佢。有一日，呱呱喺草叢度執到一個神奇變聲踏板，只要踩落去，把聲就會變得好特別。呱呱試踩踏板，聲音變成華麗嘅合唱，小鳥吱吱聽到都覺得好神奇啊！比賽當日，呱呱企喺荷葉舞台上面，好有自信咁踩住部變聲機，準備唱歌。點知一不小心水花濺入咗部機度，變聲機突然出煙，仲壞咗添。壞咗個機器發出好刺耳嘅怪聲，所有觀眾都嚇到揞住對耳仔。呱呱唔知點算好。呢個時候，烏龜慢慢同小鳥吱吱大聲鼓勵佢，用你自己把聲唱啦。呱呱鼓起勇氣，熄咗部機。佢用自己最原本、最宏亮嘅聲音唱出動聽嘅歌，大家都俾咗最熱烈嘅掌聲。原來做返最真實嘅自己，就係最動人嘅表演。